歡迎大家返到嚟 AMWG。有玩開錶嘅朋友咧，都一定聽過 Daniel Wolf 呢一個大名噶啦。如果你從來都冇聽過呢一個名嘅話咧，都建議大家花啲時間去了解一下。今日我哋一齊睇下 Hondaki 介紹 Daniel Wolf 推出嘅呢一款新嘅手錶。Daniel Wolf 呢一個品牌咧，佢嘅復興咧係始源於一隻黃金陀飛輪 Subscription， 而呢一個機芯咧由 LVMH 一個超高級製錶部門去提供製作嘅。呢一隻手錶咧只係接受訂購模式去 pre-order 嘅，而且限量生產20隻。當時呢一款陀飛輪嘅手錶咧喺2023年3月咧就發布一個黃金嘅版本啦，喺2024年8月咧就發布埋一個玫瑰金嘅版本。而今日我哋主要介紹呢就 Daniel Wolf 推出嘅第二款嘅手錶啦，而呢一個型號嘅名稱咧係叫做 Extra Plat， 依然係保留住 Daniel Wolf 一個好 signature 嘅外殼啦。長同闊分別為 38.6mm 同埋 35.5mm， 而呢隻錶嘅厚度咧係 7.7mm 嘅。錶殼嘅材質方面咧用咗呢個 5N 嘅玫瑰金製成嘅。再要講多一次嘅咧就係呢一個機芯咧係由 LVMH 提供嘅，而且由2位製錶大師去指導設計同埋完成嘅。呢一隻錶嘅錶面咧都係手工製成嘅，可以留意翻錶面嘅扭索飾紋啦，都係有人手去打造而成嘅。手錶嘅定價咧係瑞士法郎49,000，大約係港幣45萬左右。最後咧，我哋都喺呢度簡單介紹一下 Daniel Wolf 呢一位製錶大師啦。Daniel Wolf 年輕嘅時候咧喺 AP 同埋寶璣咧曾經學習過製造手錶嘅機械機芯嘅，而且佢特別中意同埋去研究製作陀飛輪機芯。Daniel Wolf 用自己嘅名字咧去成立呢一個品牌 Daniel Wolf 咧係1989年成立嘅。而佢嘅品牌喺2000年咧被 Bulgari 集團咧去收購咗嘅。相信大家都覺得而家 Daniel Wolf 品牌嘅定價咧係非常之高嘅。但係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，可以留意翻 Daniel Wolf 以前推出嘅手錶，睇翻二手市場嘅價格嚟講咧，佢以前出嘅手錶咧可能係5萬至到10萬咧都有機會可以擁有到一隻噶啦。當然以前推出嘅手錶用嘅機芯咧，可能係一啲叫做通用嘅機芯啦。例如係 ETA 嘅3針或者 GMT 機芯啦，甚至有用過 Zenith 嘅計時機芯嘅。所以大家如果對呢一個品牌或者對呢個製錶大師有興趣嘅話咧，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佢以前推出嘅手錶。因為對於我嚟講咧，佢嘅手錶最 signature 嘅地方咧就係佢嘅錶殼啊。咁佢以前到而家咧一直都用緊呢一款嘅錶殼嘅，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留意翻一啲舊款嘅 Daniel Wolf 手錶，因為呢一個錶殼咧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嘅辨識度係非常之高，而且係值得去購買擁有一隻嘅。咁今日咧我哋就介紹住咁多先啦，下一次再同大家睇一睇其他款式或者其他品牌嘅手錶。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更新。下一集再見。